坏，哇！啊，你看，我当控制伊啊！阿甲资料好，相信飞探就对啊！哇，飞探伫倒位？啊！是你摕走的，你是贼啊！好，等你搁讲一个，我就甲你的面凹做面包梗。点解迄个囡仔抓起来？这是苏丹的命令。我抓着伊啦！但是我按算送一寡物件当做回报，譬如讲，我想要甲你的女朋友送互我的酷鱼。我真清楚，你是一领飞天魔毯。你若是赶紧飞，我甲你拆掉的速度会比你讲石狮有44只石狮啊搁较紧，你知影无？敢啊？敢唔敢？敢啊！哎呀，关将军啊，你无细腻，亏着目睭了。你敢有想过，为怎样大敌人翕相的时阵，不是有人目睭刻刻的？上届有科学精神的布袋戏《可能性调查署》，用科学精神解破生活当中的疑难杂症。每礼拜四下晡5点半，《可能性调查署》就伫公视台语台。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侯友宜表示，当选了后，两岸若种和平稳定，对甲做兵时间改等去4个月。另外，党主席朱立伦强调，绝对无可能甲侯友宜换了。地位手表啊 ，Hero Watch 贵小起来造成囡仔小烫伤，将有可能是固定地出问题，甘要全部回收换新，爱等 NCC 的调查。测试暗头啊，有4名越南移工去到高美湿地失水无说离去海水假期，一个人有起来其他赛啦，气流不平，陆海公交代也是找无。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表示，若准伊当选了后，两岸若准是和平稳定，就会甲做兵时间大概改等去4个月。即马有风声讲，这件代志了后，美国有来甲伊关心。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表示，关心是一定有，也有甲美国说明啊。另外，侯友宜的民调一直真低，甚至有风声讲国民党要甲伊换掉。党主席朱立伦强调，绝对无这款的可能性。2024总统大选讨论兵役问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当选了后要甲兵役役期变做4个月，尾也佫改讲无反对即马的兵役延长1年，引起议论。侯友宜竞班执行长金溥聪亲身背会，讲做无改变讲法的问题，嘛证实美方确实有询问。美国方面会关心，这是必然的。我们是候选人，我们今天如果是总统。当然，一定最大的指导方针就是过去所说的 “no surprise diplomacy”。但今天是在选举，我们不会说美国人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现阶段，我是支持兵役延长1年，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就有可能恢复4个月的役期。我的论述不但很清楚，这段时间有人可以扭曲误解，带风向。不过最近侯友宜民调真低，传出有中常委当地串联要提案换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绝对无可能，绝无可能，也不必炒作。我们全党一定是目标一致，大家要团结努力。
天后的新北议长蒋金红初五下晡嘛，亲身伫中常会公布这个代志，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友好的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查某囝中常委周明荣也讲，看报道有淡薄仔硬气，无听过要换的代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提案或是什么换候的目标，我们就唯一参加民进党。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因为我都没有参加这个公分。郭台铭未来安怎做，大家拢伫注意。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初五受访的时阵讲，郭台铭这一两天就会决定是毋是要独立参选。侯友宜是应讲，江湖走跳，信用第一。相信郭台铭甲伊同款拢拜关公，重正义嘛重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这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由投诉《华尔街日报》提出保卫和平四大条，强调会捍卫两岸现状。目前民调对伫后壁的郭文哲，强调讲这民调就亲像股票同款会起起落落，而且也讲即马要来举办一个演唱会，一张票要卖人8800，吸引这支持者要来改变。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接见外宾，祭拜强调的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赖清德初五更加投资《华尔街日报》，讲到家己保卫台海和平的计划，讲蒋水总统会执行保卫和平的四大基调，主要提升台湾的核武力，搁再来是经济安全加建立民主伙伴的关系。第四点是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岸领导力，也搁再讲到的捍卫两岸现状，并且无排除伫基于互利尊严这条件之下，甲对华来展开对话。那台湾作为面对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那我们也会极力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赖清德争取国际支持，过来是要布局困难的选区，顶调宜兰县东部主委陈俊武接替陈后票参选立委，贵人是顶调市议员陈文婷，连港受理本国际挑战，花莲是提名议会党团总调集张美惠。在这里跟马祖的父老乡亲很恳切的介绍李问，这个年轻人值得你们疼惜。赖清德最近伫这份民调领先，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位居第二，不过行传媒最新民调敢若差赖清德0.1%，是相当的接近。民调跟股票一样每天高高低低的，都还是一样，把公司治理做好，你知道吗？郭文哲积极争取少年人的支持，更加出奇招，7月29要伫台北举办头一场卖票演唱会，实体门票一张8800块，甲韩团 BLACKPINK 相关嘅相款，可望引起支持者来抢买。你的那个售票8800块跟韩团一样贵啊！哇，有点，其实那个是募款。民众党一直出招，也宣布第二波区域立委名单，顶调现任立委区成员参选新北市中和选区，立委赖香玲参选桃园第5选区，另外立委吴欣盈即阵也未确定要选倒一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项，就是真侪囡仔拢有的智慧手表啊 ，Hero Watch 进前走水入去，造成电池碰杠规个烧起来，也造成一个囡仔去红烫着伤。消保赶紧判这是旧版本的电池出问题，甘要全部回收换新的。这 NCC 表示讲，着爱等调查结果出来再来讨论。不过这电池会烧起来，已经引起家长惊吓，讲要来退货。业界是表示讲，这是无多退钱，只是讲会当提供免费的检测尔。会当追踪定位同位做健康监控，都连温度检测嘛拢有。业者推出的儿童智慧手表 Hero Watch 功能多元，消费者真介意。即晚煞发生家己烧起来造成囡仔受伤，消保官受理消费者申诉了后，业者讲愿意赔偿，但是事故原因研判是手表使用巨型的电池，因为落大雨涉水造成的。如果在下雨天小孩子玩捉水难免会进去，那进去电池变质的话，可能就有膨胀。可能甚至燃烧的情形。那因为这样，他们在2年前已经免费让消费者能够更换比较安全的电池，这部分防水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没有联络上。出代志的第一台手表啊，本来就风无外麻，佮因为用旧电池，防水性较差，业者捌免费提供电池旧换新，全台卖出1万支，敢若联络到6000多人。不过电池无分新旧，全部拢有通过安检。即马 NCC 应讲审验合格是上基本的条件。审验过，它只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审验的当时，它是一个新品，那3年多了，它会有发生一些状况，到底是因为用户的使用行为产生的，还是怎么样，都要了解清楚。
产品是毋是有设计不良，是毋是爱调回处分 ？NCC 敢若讲，听候第三方调查结果出来再来讨论。不过，都连港系列完了传出灾情，一直没有办法登录，不知道为什么。密码安怎拍都是无法度入去，也有人讲笔画挂落一直真烧，购买人惊变做下一个受灾户，弄去业者面册要求退货退钱。这样代表良率上就是会有疑虑，尤其是用在小朋友的手上，其实会担心啦。即使现在检测回来，也会有点担心，就是还适不适合继续戴。我们还是建议确保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是属于发生个案，我们要因为个案而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退货的动作。手表无法度退货，不过业者讲为了消除用户的疑虑 ，Hero Watch 系列全型号商品免费提供检测甲收送。依照即马的法规，若做无事情，会当证明表的设计有直接的安全危害，要求退钱可能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一个查甫人惊透早，伊是驾酒驶车，警方要甲抓落来，伊却毋停车，直接撞过交的红灯，落尾是人有掠到进行酒测，而且伊的酒测值超过标准，依照公共危险罪直接该上班。另外，伫车顶也有其他的人也爱罚惨落去，连驾驶在内开20张的罚单，总共罚10万块。白色修理车伫台中西区美村路倒往中清街的方向，差一点仔就停车，对伫后壁的巡逻车发现了，准备要过去拦查，但是修理车煞油门催泪浪港，双方随开始肉，修理车8分钟内连弄交的红灯，落尾总算甲查落来。警察大声骂爱驾驶含乘客随落车。微博事件是发生伫初5半暝1点左右。26岁细伯这个查甫驾驶现场接受酒测，酒测值是每公升0.56毫克，这么悬，奉照公共危险罪逮捕。你涉嫌刑法第185条，妨害公众往来安全，以及刑法185之3条第1项，酒后驾车，酒测时达到0.25，涉嫌公共危险。警察现在依法逮捕你。警方讲，细伯驾驶违规的部分，除了弄红灯，还有拒检浪港、食酒驶车、逆向行驶红灯正越，无照规定使用方向灯。另外，车顶2个乘客知影驾驶食酒同款，互驶车嘛罚款，3个人拢总罚开20张，加起来10万块的罚单。经酒测的酒测值达0.56，超过酒测标准值，当场将白男逮捕，并带返所侦办。这查某人食酒驶车，搁浪讲好佳在无去弄着其他的人。警方强调，除了依法扣伊的驾照1年到2年，扣伊汽车的牌照2年，所落来嘛，搁爱面对刑罚。记者综合报道。测试伫台北树林有一个姓潘的驾驶，经过中央桥下骹的路段，煞对天顶有熊熊一块阿摩托角落来，去撼着伊的闸防玻璃。台北市新工处表示讲，是因为这中央桥历史真久啊，桥墩的阿摩托绑起，即马已经有请厂商来维修啊。桥骹的车顶已经倒啊，车嘛伫咧通行，常常有一架车停伫咧路中央，袂顶袂动，因为车门一个开开。碎玻璃是规死价，车的头前的玻璃顶悬还阁卡阿摩托角，规只车是密密茂茂。那驶这架车姓潘的小姐，到单要是真惊吓。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有第2块下，如果再有第2块，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在这里讲话啦。国赔是一定要的啊，这个意外不提国赔是要。这个事故发生伫台北市树林，姓潘的驾驶初时下晡2点外，驶车要去做工课，经过中央桥桥骹的车路。若要倒弯往延平北路6段，阿摩托角全安尼向落落来，撞到这架车。驾驶怀疑桥墩阿摩托含扫落去，即马嘛无排除要提起国赔。警方初步排除是人为所致。前挡风玻璃突然遭中央桥桥墩掉落之水泥块砸中，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本案本分队已依规定受理报案。昨天晚上有请我们的委外厂商先去现场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应该也就是桥顶比较久的方，就是底部会有一些掉落的现象。当去到代志发生的现场，涂骹规拢是阿摩托角，桥墩几个所在有明显起角。其实发生这个情形早就已经毋是头一届，过去亲像伫咧中央桥的匝道就捌发生过。养护单位台北市新工处强调讲，拢有做例行性的维护。代志发生了后，市府甲外包厂商嘛有去现场了解，都惊相关的问题无解决，安全问题会愈严重。记者
综合报道。在咧去年兴达电厂维修期间发生303全台大停电，这个全台湾有549户受到影响。经过1年外的调查，监察院认定这是人为过失，弹劾相关人员。另外也公布顶年513大失电的调查，同款是人为缺失。这2届失电呢，做一届，甲这前兴达电厂厂长等8名台电员工全部移送弹劾。在去年3月初3，兴达电厂这个发电厂维修呢，造成全台湾大失电，有一寡地区失电超过12点钟。迄当时失电的赔偿金额有到7亿6千万。监委指出讲，迄个当时的值班人员拢无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才会造成电力系统故障。2021年513大失电，也同款是管制开关操作事故，才会造成故障，影响到415万户。这2案已经移送停解法院审理，依法停解。若讲到台中的这个高密湿地，真侪人去遐耍水。不过，伫咧初4暗头啊，有4名的越南移工去遐耍水了后，无注意到大楼，就去互这海水架起，其中1个人有收起来，其他3个到当时下落不明。今日救援人员对陆海空3方面来找人，到下晡5点，有关是找不到。空勤直升机伫咧空中飞来飞去，海巡的船只伫咧海面上搜索。高密湿地附近的海角民主海域，4号尾发生跋落水的意外，4名越南籍的移工疑似无注意到海潮，中水的时阵去互大涌赶走，其中1个人家己上岸，另外3个人失联。5号再起持续搜救的行动，外籍移工的朋友也赶到现场等候消息。是没工作休息，然后去那边玩水。我都叫他们的那个住在附近的越南附近都来过来这边了，来这边看。都是跟联络好了，跟包回越南了。等找到那个他们的那个。5号再起，当地风影真强，海巡甲消防局总共派出35个人，一只船、2台沙滩车、2部无人机投入搜救。海巡是研判目前海流往北，因此以海角民主海域向北扩大搜索。2无人机、2沙滩车以及海面上1艘巡防艇持续搜救中，另有申请空勤总队直升机于空中进行大面积的搜索。这涨潮还蛮危险的，就是会有类似会有拖的动作，水流会拖的动作这样子。台中市海上救生协会也加入救援，因表示海角民主的海域海中甲退流的时阵，海面上拢会有暗流，过去就曾经发生耍水的意外。这届负责海岸顶悬的搜索任务，希望会使赶紧找到3个人的下落。记者台中报道。伫屏东万里洞海峡昨下晡，有民众发现到这靠大的结具，规身躯拢是伤，赶紧通报海参馆去抢救。这款海龟伫咧台湾也封列做是1级的保育类动物，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海里。不过上界遗憾的是，这杨桃龟送去海参馆抢救的时阵，也是救无回来，即马也要验尸了解死亡原因。继续破水保持淡度，这只海龟的身长差不多是一个大人的身悬，这是靠搭伫屏东的万里洞，民众认出这是只罕咧看的结龟。受伤的部分就是它的壳吧，身上对，可是它好像又没有什么壳，都有看到流血。结果伫台湾附近的海域是真罕咧看到，高雄叫做是皮革海龟、杨桃海龟。伫海龟内面体型上大，特色就是脚只偏无硬壳，规身躯拢互敢若皮同款的皮肤包起来，嘛是创水能力上强的海龟，真少挖过去海岸，但嘛是分布上快的海龟，分作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3种族群。以太平洋上少，嘛受台湾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列作第1级特别绝种的保育类生物。垦管处海参馆这救援团队迄天到了后，虽把结龟送去海参馆救治，但结龟嘛是伫初5透早6点外死亡。有一些擦伤的现象，然后身体是很虚弱，但是呢没有办法判断，由外观判断它搁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判断它的死因，就安排了解剖的工作。
死亡的结骨身长差不多120公分、135公斤重。海参馆2个兽医检视，发现伊脚趾片的壳正边和边啊拢有刺伤，肚脐嘛有空喙，全力抢救嘛是不治，会送去互专家解剖了解死因。海参馆嘛讲，因为结骨拢伫远洋生活，体型嘛真大，若救伤成功会野放，互伊转去家己生活。全台各打有6条死亡扣打记录，活体的扣打包括1摆拢总2摆。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受到性婴现象影响，全世界真侪所在拢出现极端的高温。根据着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讲7月初3全球平均温度有17.01度，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上界高温的记录。就专家认为讲，接下来这5年拢有可能会出现高温，而且会影响到人类和生物的生存。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伫这礼拜一公布全球平均温度达到17.01度，打破2016年的纪录，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上高温。尽管南极洲即阵是冬天，乌克兰位伫阿根廷群岛的南极研究站，因为测到8.7度无正常高温，是历年来7个上高的纪录。In the next month, from June to September, from July to September, we will have a surge of dryness area over Australia, the maritime continent, and also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 最近全球各地不时传出真热天气，受到热坎效应影响，美国西南部地区已经连续几个礼拜都真高温。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一度超过46度，德州南部达到48度，一直创下新的纪录。地中海地区4月就提早开始热，北非的气温已经接近50度。亚洲地区中国继续承受35度真热的天气。那个伫印度北方邦，真侪民众未堪的45度这么高的温度，一直传出人热死的事件，病院内底有真侪着酸的患者。欧洲地区英国6月平均温度15.8度，是140年以来上高温。全国有72个区域打破纪录，伫去年超过40度的天气，顶个月每天上高温也来到32.2度。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El Niño condition. There will be 90% chance for El Niño to prevail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3. The next 5 years, we are likely to have one of th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性婴现象发生时，恰到当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正常升温，会造成无同所在发生可汗也是大雨。专家指出，气候变迁加重性婴现象，将加严重影响人类甲生物的存活。公视新闻牛眼编译。以色列军事攻击巴勒斯坦了后，双方上报有13人死亡，超过140人轻重伤。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初时，搁再发生一个查甫人赛车弄入去公车亭，造成8人轻重伤。一个驾驶当场也互民众开枪弹死。落尾，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也承认讲，这件代志是因做的，讲是要对以色列进行复仇的行动。车辆攻击现场，白色的小货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边仔有1号人员杀掉大家要甲伤患送去救护车。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初时发生汽车冲撞行路人的事故，一名巴勒斯坦查甫人开车弄入去公车等车亭，造成8人受伤，其中2个人重伤。驾驶佮骑刀仔落车，继续攻击其他的人，当场互其他民众开枪弹死。这个事故发生的整整一天，以色列才用反恐行动做理由，对巴勒斯坦城市的泽宁展开袭击。当地的人民也嘛受到影响，真侪人死伤。لا في عبوات ولا في صواريخ ولا في محل احد بسترزق منه حرقوا لي المحل ملاك يعني هذا دمروني بس جايين هو يخربوا الاقتصاد ويخربوا الوضع بس مش لاقيين شيء وين المقاومه مش مقاومه محل مقاومين محل احد WHO 世卫组织表示，巴勒斯坦救护人员和紧急去营地部分地区救重伤的人。这个袭击已经造成包括3名无到18岁儿童，拢总有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佮超过14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是30人重伤。对以色列发生的汽车弄行路人的事故，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承认犯案，佮俄罗死亡的驾驶是英勇，表示这是对以色列袭击泽宁的报复行动。虽然以色列军队伫初时暗时用原行政不做理由撤出泽宁，巴勒斯坦民众有关是真生气。نتنياهو شو اخذ ولا شيء ولا كسب حاجه دمر خرب هاي سياسه اسرائيل وهاي دأب اسرائيل من يوم ما قامت خراب قتل دمار لم يصنع السلام يوما من الايام ولم يفكر بالسلام
英国媒体 BBC 报道，受到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搁伫病院外口向以色列军车牵石头啊，随后发射催泪瓦斯。无国界医生组织嘛破案讲，以色列军队用杀土机沿途破坏真济道路，予医护人员必须要用行的去救援。公视新闻台是唐平玉。为着人权伫咧奔波走动的罗西亚调查记者米拉西娜，伫当地时间初四，准备要去到车臣共和国访采访的时阵，却去互服兵客牙枪堵掉咧，甚至甲伊拍甲规身躯是全伤，甚至伊的手指头啊去互拗断去。另外，乔治亚前总统萨卡西维里去互指控乱用权力，已经互抓起来。伫咧视讯出席听审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下面会当看到伊因为绝食变甲残疾落去。捌得到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外国调查记者米拉西娜，面了真侪青色油漆，头毛强要互剃了了。当地时间初四。米拉西娜甲耶律师涅莫夫到俄国南部车臣共和国采访时阵，互罪名武装后面的分子围起拍，那枕头被拍断，规身躯也真侪伤痕。человек, они выкинули таксист из машины и нас вниз головой. М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вязать руки за спиной. Сашу проткнули, видимо, тогда ткнули ножик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кровь начала течь у него оттуда. Вот, проехали какое-то расстояние, и машина заглохла. Вот. Они ее не смогли завести, и уже нас затащили там в какой-то овраг и начали избивать.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米拉西娜甲律师当时早点起早，将要去车臣的首都格罗兹尼的审判现场。被告是批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的3名流亡者，甲因的老母穆萨耶娃。最终，米拉西娜无法参加这场判决，而穆萨耶娃是被判刑5年半。55岁乌克兰籍的乔治亚前总统萨卡西维里被指控在2018年执政期间犯下乱用权力甲隠蔽證據罪行，正面臨上懸6年的徒刑，也會一直否認這指控，因為這是政治迫害。薩卡西維里幾禮拜絕食，當地時間初三已經有視訊出席聽審會，這擺出現人三甲皮包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伊講話，下令驅掉喬治亞自烏克蘭大使，當時指傑莫斯科想要甲薩卡西維里抬死。公視新聞新竹配編譯。來看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初二公告，要求全國美容院1個月內就要收起來。塔利班是無說明這項禁令是為着什麼，也無解釋講這美容院若准關起來，這女性有什麼款的替代選擇，等於是擱再打壓女性權利。阿富汗政府下骹負責執行塔利班伊斯蘭教法的機關，抗戰廳惡部。初二向針對婦女美髮美容沙龍發布禁令，閣下令要佇1個月內完成。塔利班1996年到2009年掌權期間，也八怪美容院，暗過2001年美軍入侵阿富汗了後，美容院閣恢復營業。即馬這個禁令在無理由、無任何替代選擇的情形之下，閣定來，讓阿富汗的婦女感覺到驚甲失望。ما به خاطر یک چند روپیه حلال و پیدا کردنش اینجا آمدیم مکتب سر زنا بند دانشگاه بند هیچ قسم زن در جامعه چه حق زندگی کردن نداره. فکر میکنم دیگه مسجد که بشه باید با خونه بشینم بیکار بی همه چی دیگه رنج میشم مریض میشم. تنها امید من همی بود که می آمدم اینجا ساعت نتیر بود دیگه با خونه که برو خود من بفهم دیگه تنها باشم دیگه بی از مریض میشم. 2001年，美軍撤退塔利班重新掌權了後，美容沙龍雖然照常營業，不過攏正低調。店門、窗仔全部遮起來，各種用女性外觀做廣告形象的相片，面部也攏噴漆，或者是用烏影代替。英國廣播公司 BBC 新聞採訪的一個阿富汗婦女指出，塔利班除了只關注婦女的身體以外，看起來無其他政治計劃，因想要將女性為公眾生活所有領域當中剔除。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美國今年熱天已經發生16盞沙魚攻擊人的事件，即國慶假期佇咧非洲的海邊啊，閣再出現着沙魚，尤其是驚甲趕緊起來，唔敢落水去耍。另外，佇中國四川有看到一對野生的鳥形母仔，因走入到山即個國家公園的山區內邊，看起來是真古錐。非洲這海部佇美國國慶日即天，有真濟來耍水的人，也毋過岸頂的遊客向發現，這隻大沙魚竟然唔驚遊客，對遊客後壁收過去。
浮出海面的鱼食，也有尾流，看起来是特别惊人。面上大花捡起来，无想到山鱼像是受委共款，伊个外头虽然伫共一片的水域。Where did it go? Where did it go? There's somebody still out there. 游玩伫海内底受水的人，后来感觉到山鱼的危险，若注意只山鱼，若赶紧撤退。加在即摆事件无造成伤亡意外。不过今年对热天以来，全美已经发生16件山鱼攻击人类的事件。镜头转来到四川画面上，这只辽鱼妈妈正伫树棵顶面换来换去，敢是伫爬上也是标记领地。这时阵想要爬上树的细只鸟鸻，却是对树顶落来。这对野生的鸟鸻进前伫个绵羊市国家公园内底踅来踅去，趣味古水的模样，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大鸟鸻基地工作人员研判，这只细只鸟鸻大约是半岁左右。一撮母仔的探险旅行，可能是为着训练伊的无声机能。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一站工程意外，台北市大巨蛋工地竟发生一站意外，一名电线工人真有可能是去互电电到，而且规人昏迷不醒，倒伫咧天棚顶头的管道内面。这消防人员是开真大的时间、真侪气力，才甲人搬出来。送急救了后，有缘救无回来，包含着台北市警察局监管处、劳检处等单位，也等咧了解这事故发生原因。万强集团表示讲，这名45岁查甫人是电信业者的劳工，伫咧3楼做这个行动电源发射模组安装有线的时阵呢，才发生这场意外。也若这详细原因目前正咧调查，而且会大声来协助加速处理伊的新后事。讲到咱台湾和立陶宛签订半导体 MOU， 双方是做花出欧元1400万，伫咧立陶宛设半导体产业。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是指控政府无带条件替立陶宛未让工研院做精验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发会的中东欧投资基金会也借钱予立陶宛一间太阳能业者，开始代票2亿7千万。不过，这间业者因为原物料说是对中国进口的，即期政府根本就伫咧出钱帮助中国。即马外交部是出面来背会，强调国际之间定定有这款的合作。台湾甲立陶宛深化合作，包括成立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外交的一大突破。双方完签订半导体合作备忘录。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先指控政府出1000万欧元，差不多3.4亿，补偿提供立陶宛的私人公司台湾半导体技术，认为是开钱背对外交。5个点名国发会中东欧投资基金会应资立陶宛太阳能业者2.7亿。不过，这个公司的原物料是中国的，引起议论。我们不都是要抗中吗？这个糗了。那么，请这个我们审议委员会降低这部分的关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所以这家公司呢，它也确实的得到了刚才我所报告800万欧元的融资。王宏维这期空中保台基金颠倒去中国厂商趁去，批评是媚台行为。外交部5调开记者会表示，台立双方共同出1400万欧元，咱国提供1000万欧元，跟咱协助立陶宛建立基础研发、各位设备，也甲人才养成。若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位甲发展，后续拢是立陶宛家己编列预算支援。外交部讲，两国共同出钱合作，国际真接款，不是出钱就是媚台。那就第一个，这是完全罔顾商业的现实。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反而影响到我们这个中东欧投资基金未来在开展这个新客户上面的一些限制，那连带就会影响到我们台商利用这个管道来开创欧洲商机的可能性。看到一个太阳能板那上面写中国，那里面有中国的统战，我想不是用这样子政治化的方式来看待我们所了解全世界在经济发展上面，还有经济自由竞争市场上面的一个论点。立委表示，无论是中国原物料甲材料，拢是全球供应链，唔是看到一块稀土，也是太阳能板顶关写中国，都代表中国统战。太阳能产业是全球供应链，将来可能原来会由台湾业者来供应出货。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所管的10年发展基金会，防指控讲有真侪项违法，除了受补助的团体，这成果报告内容有假造情形以外，立委也批评内面做主管的无农业背景，拢是做过绿营党籍，说来才占过领薪水的。不过10年发展基金会表示讲，一寡指控拢是无影无迹。
土地发出环评顶十年，代表台湾十年生产的成果。这是经济部所属的十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半世纪的影像。不过基金会和前立委指控开钱补助某一寡团体，结果团体提交的报告好亲像假造抄袭，在野党立委嘛提出质疑。2021年跟2022年的这个杂粮发展基金会的这个补助，那它的这个补助里面呢，它的这个执行报告我们发现也涉及造假杂粮发展基金会根本就是没有人管得动的这个化外之地。大家知道经济部所属的这个财团法人并不多。法案基金会本来是希望钱用在刀口上，能够确保农民的权益，乱用钱别人用在刀口上。我们要求经济部把这相关的负责人送法办。十年发展基金会伫民国61年成立，当干事是经济部农委会等官员，以提高农地利用、稳定十年经营、奖励农民自产等服务为宗旨。立委陈婉慧是质疑基金会前后任的人事，董事长林元全、执行长江聪英，也加前任执行长陈锦伦，看不出来有什么农业背景，敢若担任绿营党工职，竟然领关薪加报工费。不会啦，不可能，因为那个提案就要经过审查，他可能是弄错了那个新进的人员他是预约，但后来我们发现，他没有啊，所以就把他又转回来那个高中的，然后人的那个职等也降下来，没有这个事啦。对这指控，基金会因讲补助计划经过委员的审查通过了后，才会使执行，无可能假造。对用人的争议嘛否认，董事长、执行长的薪水拢是爱提报董事会讨论决议通过，报请经济部备查，财务费这个工费的核销，拢需要依照相关的管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和观光局要改善掉这个旅宿业者因欠工的问题，甲房务清洁人员列入去就业方案。不过推动一个月，这聘请率只有6.1%尔。劳动部是希望业者就要赶紧降低标准。也那业者这边是希望讲赶紧开放短期移工来做上届基本的摒扫，解决欠工的问题。设备品车入来到旅馆的房间，斟酌七刀补充备品。这看起来真简单的房务摒扫，却真欠人做。劳动部就甲旅宿业房务摒扫的人员，抗日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统计符合方案有73间旅馆，362个工课，但发展署推介311个人，业者才请19个，雇用率只6.1%。雇主他们这边反映的意见是说，那主要是这些求职者他们在体能健康条件并不符合。那另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技能跟证照上面也不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我们也要看是说，那是不是这些高年龄层的这些朋友们来做这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来适合他们去做？那我们也要考虑这些负荷量的一些工作。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非常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工作。旅馆业者讲，针对要找房务摒扫这种工课的人，并无设一寡较悬的标准也是条件，只要体能会使，拢欢迎来面试。根据了解，这疫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只要是非自愿离职、失业14天以上的特定对象，拢会当申请。只要去网站登记，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的求职者，做完30天就会当领奖励。像一般失业劳工，每个月有6000。一点点重赏。能够来的勇夫有限那还不如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彼此互相拖磨干脆引进外籍移工然后让我们的柜台员专心做柜台。旅馆业是建议讲，政府上好是开放短期移工来补欠的人力，才会当对着疫后恢复的旅游市场。无干那一个政策问题是歹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海口地区的配电设备因为环境当中盐分真悬，所以这物件真够歹，台电维修是真欠卡手。最近云林台电增加19个电力维修员，其中一个是个无经验的女性，伊是希望讲经过半年的训练，也会当成做合格的技术员。不管是被电火调整的器材准备、安全措施的确认，每个步骤拢做真落实。过去中视台电外包人力、电脑资料处理员梁亚婷，可上台电的新进人员，先经过半年训练，所被电火调配线顶课程，今日分发到云林科处进行半年的教育训练。跟着在高训然后就是有完善的一系列的那个受训培养，从一开始然后会做一些体能。我觉得巨高就爬高这一块需要克服，其他是还好。对，
对，因为我也是会跟着爸爸出去帮忙。李田表示，伊自细汉就对着爸爸工课，所以生活训练时真紧就上手。但行悬高爬到离地面8到10公尺作业，经过3个月才慢慢适应。近期军人区处嘛安排新分化学员到军人沿海进行爱词的经验，以增加实践经验。他的爬杆速度跟他装杆学习的速度，我觉得都跟男性旗鼓相当。女性同仁在做的时候呢，只要能够通过这个巨高的一个考验呢，它其实也不输给我们男性同仁的一个工作表现。台电军人区处表示，军人沿海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吹袭，多年以来配电的维修人员需求多，为了保障技术人员退休等能力不足，这届新进人员19名，部分查甫查某只会当通过充分的教育训练，对等成为合格技术员，互维护配电设备作业更加顺利。记者黄文丽报道。真侪所在是咧比路较长，或者是你的命较长。伫南回公路超过100公里，沿路索无一间病院。朝日医生徐超斌为着要守护南回地区民众的健康，启动南回行动医疗计划，目前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会和台东高雄的医疗机构合作。孙子生病了，阿嬷背着他，用跑的，在一个山路上面奔跑，跑到可以得到救治的地方，阿嬷跑到了，把孩子放下来，可是孙子已经死在他的背上。用真贴心的故事讲出台东医疗资源的不足。南回公路有100多里长，这个距离已经是为台北到苗栗，但是沿路线无半间病院。那你很久没有出去走一走哦。我自己一个人。死掉就死掉，比较好。基金会拍一支影片，讲出偏乡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当地民众若总爱看诊，就爱到台东市区，车程至少1点钟以上。交通的费用、时间和距离，拢是在地居民上需要的。这个计划主要负责医师是表示，看诊的所在无一定伫病院，也可能是病人因兜的房间或者是客厅。另外，伊也讲到对这个计划未来的愿望。我如果这样的模式能够生存了，其实是可以复制到各个地方啊。我等一下，我们是建立一个独特的经营模式。那如果这个是成功的，那可能其他的偏乡，包括北回地区，也许要有北回的医疗体系，中回也都可能可以复制过去的。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1年台东县敢有7间病院，其中5间伫台东市区，诊所甲卫生所有157间，100间伫台东市区，敢若13间伫南回4个乡里。这个计划目前已经到第2阶段，会甲台东高雄的医疗机构合作，支持这个计划，甲更进入去看袂到的所在。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台东关山种植有机稻仔，连续2年拢有乌龟病。去年申请烧稻仔，今年早冬稻仔这病虫害共款真严重。农民是搁在争取要烧稻仔，县政府同意互公所来决定。附近的鹿野农民也讲要争取烧稻仔来赶虫，不过县政府表示讲这鹿野无符合规定，所以无同意。即马赛车经过花东公路关山路段，不时就会看到残忍乌烟一直闻出来。这是有民意代表替农民争取的，向关山镇公所申请开放，予有机产区会当烧稻草，防治几要食乌龟虫的危害。烧稻草真的是农夫一定要烧，病虫害。真的很抱歉哈，但是呢，我们要解决这个害虫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虫卵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1、2期稻作时间太赶的问题。关山镇公所强调讲，烧稻草有分区，而且是固定时段来烧。有规范省道公路、学校、甲病院附近50公尺内袂当烧，敢若开放1000多公顷会当烧。不过，即马附近的鹿野乡农民当地挂早冬稻仔，伊嘛想要学关山镇向鹿野乡公所申请烧稻草来防治病虫害。不过申请的时间伤过迫，而且环保局以空有法的规定，因为鹿野乡稻仔的病虫害毋是紧急事件，所以无同意。这个紧急防止传染病扩散必须要是燃烧是最后的一个手段。如果有其他的这一个防治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说先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时间比较急迫，那原则上就是以2期做
的情况再看这样子。环保局讲，落叶的稻仔虫害是蚊菇病，比关山镇乌龟虫防治的方法还搁较济。不过烧稻草防治病虫害成本上介便宜，有人烧，农民嘛想要得咧烧。因为县政府有相定的标准，只要有议员争取就开放。按算摆当场的期间，卖强力来运作，争取会当烧稻草。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甲台日关系协会，也有农委会林务局，本体今仔日要甲台湾的商鹅关去予日本协助奥基纳瓦修理城修复，不过活动说是临时来取消。外交部表示，讲是因为商鹅要出口受到法规限制，目前也正在处理，也会继续和日本方面协调。吊车载5支ฮิ诺基驶入规罗东文化园区，不过这ฮิ诺基原本是要送予日本的，用来修复有指那世界出名的文化遗产修理城。这是这对乌那国岛坐船来咱台湾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国务贵司嘛，打算讲要来参加仪式，煞临时法庭的。罗东林管处只好把这木材甲炸转去寮仔场，互外界感觉真放闲。活动取消，为什么取消就不知道。这个活动因为主要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主办的，只是说在我们这边借这个场地来使用，所以有关那个活动的进行跟取消是什么原因，可能要直接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才能知道。仪式取消的理由，罗东林管处讲唔知会煞咧配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构想，办理定书，因为这5支商螺拢是对罗东林管处林造林的人设木。因为修理城伫2019年电线小拍电烧去，木材是咱台湾的商螺。国务贵司佮伫2020年来造访台湾的时阵，提出讲希望会当佮用台湾的商螺，所以林管处就提供12支，互对方订日本订5支。但因本案涉及特定林产品出口管制相关法规，未完备申请程序，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将与日方持续协调。这个办批要送予日本的商螺，逐支拢有3公尺6赫长，总重量是2吨。若是要出口，就需要有检疫，照农委会规定，还佫爱照贵重木的合法提出证明。仪式临时取消，外交部表示讲，因为本案牵涉到特定林产品出口的相关规定。这程序若是要完备，咱的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和日本煞咧来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港建院成立50周年，总统蔡英文也有经济部长王美花拢来到现场祝福。总统肯定港建院用科技创新帮助产业转型，而且替台湾的经济做出真重要的贡献。公益月50周年，生日快乐！庆祝港建院50岁生日，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特别感谢港建院对台湾的贡献，把颁奖予过去捌做过港建院董事长以及院长的人士。其中也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在时代转变的关键点，工研院都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期许工研院能持续走在时代的尖端，帮助台湾掌握先机，强化国际竞争力。现在对将来的10年，我们拨划了一个所谓2035的技术策略蓝图。那这是针对4个面向，就是智慧生活、健康乐活、永续环境，还有韧性社会。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港研院在台湾科技研发上是真重要的角色，未来把期待会当继续进步，参产业界有更加多的合作。不管是现在很多近邻的技术的开发。面对 AI 的技术跟应用等等，那我们也赋予工研院有更多的角色。研发的成果能够扩充在产业上，我相信这能够再造成台湾产业继续未来50年更好的竞争力。所以大家一起加油。除了协助产业看到全球因为气候变化的问题，港研特别研发出土壤检测系统，系统只要侦测到土壤含水量超过，就发出警报来预防土石流，利用科技继续为台湾做出贡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让这囡仔会当了解到在地历史故事，这嘉义市本土基建辅导团结合着嘉义市母鸡文化学会，以牵拢做主题规划一本野球伫家的台语绘本，要让囡仔对母鸡来认识家己成长的所在。
棒球队队员闹要开场，家己市政府甲本土语言辅导团体初5早时发表新的台语绘本《野球之家》，要用故事的方式来绍介家己家农棒球队的历史。因的梦想就是要去日本科学院，要去来去比赛，所以这种坚持的精神，互因坚持到最后，真正尾啊，真正有达到去到这个日本科学院去咧比赛。哦，这就是阮感觉咱会当就这个故事来去鼓励咱的囡仔。希望讲会使带动咱台语、咱的付出，还有咱本土语言的一寡传承甲纪念。啊，所以这本绘本的诞生哦，嘛希望讲，透过这互大家了解咱家己坎农的历史。这次负责画插画的作者讲，除了棒球队的历史故事，内底嘛有结合在地风俗甲食食，希望囡仔读的时阵会当更较轻松。母语协会表示，囡仔加学习一种语言，就加认捌一种文化，无压力学习，效果才会较好。要不会那么知识化，不会说，我讲一句你学一句，它不是，它就是一个用绘本的一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带你进去这个环节，然后就会跟着学习这个语文。你这个语言只要听有会晓讲，其实我讲安尼你就100分啊。讲故事的这种性质来去讲哦，咱的时势听啊。咱的时势伫无压力的这种状况下来去学台语，这是上自然、上好学的。这个绘本除了文字以外，这届阁专工邀请学生囡仔用绘本的故事来配音去影片，好读的人唔但会当利用影片学习台语的发音，嘛增加绘本阅读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华有歌仔戏团为了要传承文化，入去校园教囡仔搬歌戏。小朋友对着歌戏演员的口令做动作，学搬戏的身段。歌戏是台湾上兴的传统戏曲之一，为着让囡仔了解歌戏的眉眉角角，中华新好兴总团除了认真搬戏，嘛拍拼咧探紧，用活泼趣味的方式，让囡仔体验歌戏。中有做迄种俗语，教囡仔讲这个俗语是啥物意思？安尼会当提升因对这歌戏的兴趣。大部分参与度拢是足悬的啊，因为因会感觉足趣味的。你也是讲你甲演出了，甲因讲一大堆，无甲因有迄互动感，因就较无意愿。除了了解歌戏的角色相关的俗语，嘛安排囡仔上台表演，希望少年辈哪听哪学，嘛会当培养因对歌戏的兴趣。唱歌、跳舞还有台语，好玩。我以前跟爸爸妈妈去庙里看过歌仔戏，很好玩，很有趣。一年出一个文状元，10年无出一个戏状元。培养一个歌戏演员是真久长的过程。剧团毋忘透过推广活动，将传统艺术的根传到囡仔的心肝内，让这个台湾本土的戏曲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印度定定跳电着病院的妇产科是靠手电来甲妇女助产救囡仔。不过最近有250间的病院伫厝顶按太阳能板来发电，这供电稳定也当减少用电的成本。病院内面这位有心的妇女正伫咧看诊，这间是伫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赖久尔的一间公立病院，每年有600多位囡仔伫咧遮出事。不过印度的电网一直拢无稳定，那真侪庄稼所在根本就无牵电，甚至伫咧都市也常常限电跳电。当地妇产科的护士讲，捌伫咧停電嘅時陣，用手電照接生囡仔。ಸೋಲಾರ್ ಬರೋಕ್ಕಿಂತ ಮುಂಚೆ ನಮಗೆ ಫುಲ್ಲು ಕರೆಂಟ್ ಇರಲಿಲ್ಲ ಅಂತಂದರೆ ನಮ್ಮ ರಾಯಚೂರಲ್ಲಿ ಅಂದರೆ ಫುಲ್ಲು ಪ್ರಾಬ್ಲಮ್ಮು. 4-5 ತಾಸು ಕರೆಂಟ್ ಇರ್ತಿರ್ಲಿಲ್ಲ. ಪೇಷಂಟ್ಗಳಿಗೂ ತ್ರಾಸು, ನಮಗೂ ತ್ರಾಸಿತ್ತು. ಯಾಕಂತಂದರೆ ನಾವು ಡೆಲಿವರಿ ಮಾಡಬೇಕಾದ್ರೂ ಈಗ ಇಂಜೆಕ್ಷನ್ ಕೊಡಬೇಕಾದ್ರೂ ಕರೆಕ್ಟ್ ಗುರ್ತಾಗ್ತಿರ್ಲಿಲ್ಲ. ಅವಾಗ ನಾವು ಟಾರ್ಚು ಇಲ್ಲಾಂತಂದರೆ ಲ್ಯಾಂಪು ಅದನ್ನೇ ತೊಗೊಂಡು ಮಾಡ್ತಿದ್ವಿ.自2017年开始，非营利组织透过募款，为赖久尔地区251间病院加诊所装太阳能板发电。除了让病院有稳定的电，也帮助医疗院所节省营运成本。特别是淘汰过去提供紧急备用的柴油发电机。When solar is installed, I observed 2 times. It's more of 50% reduced. We can save the cost savings also and the power also. That cost we can use for other purpose also. Especially in health facilities, we need many things. So that we can use for that.
印度公立医疗机构的预算主要来自政府。不过，2022年印度公共医疗支出只敢占整体 GDP 的2%，甲美国的18%差真多。印度真侪公立病院拢有财务正安的问题，即马有太阳能发电，唔拿减少病的电钱，也互经济状况无好的病人看病较安心。ಇಲ್ಲ ಅನ್ನೋ ಒಂದು ಕಾರಣದಿಂದ ಜನ ಹೋಗ್ಲಿಕ್ಕೆ ಇನ್ನು ಮುಂದೆ ನೋಡ್ತಾ ಇದ್ರು ಅಲ್ಲಿ ಸರಿಯಾದ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ಇಲ್ಲೋ ಅಂತೇಳಿ ನಂಬಿಕೆ ಇರಲಿಲ್ಲ, ಹಂಗಾಗಿ ಜನ ಹೋಗ್ತಾ ಇರಲಿಲ್ಲ. ಈಗ ಸೋಲಾರ್ ಎಲ್ಲ ಕಡೆನೂ ಕರೆಂಟ್ ಇರೋದ್ರಿಂದ ಪ್ರೈವೇಟ್ ಖಾಸಗಿ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ಬಿಟ್ಟು ಜಾಸ್ತಿ ಜನ ಸರ್ಕಾರಿ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ಹೋಗ್ತಾ ಇದ್ದಾರೆ. ಕಾರಣ ಏನು ಅಂತಂದರೆ ಅಲ್ಲಿ ಯಾವಾಗಲೂ ಹೋದ್ರೆ ನಮ್ಗೆ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ಅನ್ನೋ ಒಂದು ಭರವಸೆ ಜನರಲ್ಲಿ ಮೂಡಿದೆ.伫過去一年，當地病院因為有穩定的供電，和醫護人員甲病人攏有舒適的醫療環境，疫苗甲藥啊也有冰箱通冰。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巴西骹球名星内马尔伊白种的争议愈加愈大，是因为伊伫咧里约的这个白种呢违法污染港澳，落要去罚款代票大概是1亿。伊阿爸伫咧官员来查时阵发现口角，甚至人强掠去。这是巴西的骹球大明星内马尔的好家厝，伫里约热内卢西南方的沿海小镇曼加拉蒂巴。伫内面施工的这个正大人工湖，煞互伊拄着大麻烦，因为起这是违反当地的法规。内马尔会罚重罚1600万雷亚尔，合代票1.02亿。当局是伫咧顶个月日派人来因厝，要求伊停止继续起人工湖，但是正生气的内马尔因爸爸和环境官员是咧冤家本地各方逮捕。Que houve uma grande intervenção aqui mexendo em recursos naturais sem licença. Infelizmente, são denúncias que chegaram e nós precisamos tomar providências, senhor. 内马尔的爸爸洪认为讲是看不起公权力，但是伊洪抓了后并无洪拘留，敢若口头警告后摆要注意态度。Vou liberar o senhor. Espero que da próxima vez o senhor seja um pouco mais educado, que a gente está aqui cumprindo com o nosso trabalho. Eu cheguei com toda a educação, mas por hora o senhor está liberado. A gente vai cumprir os atos e vamos buscar regularizar esse empreendimento. 内马尔家族的发言人是拒绝针对这件代志发表评论。官方讲，内马尔的好家厝是互查出有几十件违法开发的行为，包括家己去摕河水、违反规定去搬岩石、沙石等等。外面会当看到边仔的河和河岸拢有污过啊。附近的石地嘛，互刷走去做人工湖的配景。当局目前是开4张罚单，而且伫人工湖边仔拢有封锁线，下令袂当阁起。对安尼的处置，内马尔伫20天内会当上诉。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大好好斗阵队，真正是乌干仔底豆油。我的答案是B。你着3万